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封锁所有受制裁石油油船出入委内瑞拉。国际石油计价随着起超过1%，因为委内瑞拉是强烈谴责美国侵略的行为，但两国关系已经愈来愈紧张。 美国总统川普要封锁所有受制裁的石油油船出入委内瑞拉，这是华府增加对马杜罗政府施压的上新一波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要切断这个石油大国主要的收入来源。Just a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 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国际油价12月17日亚洲交易当中起1%，布伦特原油期货起美金70仙，也是1.2%，一桶就要59.62块美金。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起73仙，也是1.3%，一桶就要58块美金。目前还阁无清楚，川普要安怎针对这受制裁的船只实施相关的措施，也唔知敢会像顶礼拜同款出动美国海岸防卫队，把受制裁的石油油船扣落来。委内瑞拉政府发声明拒绝 Trump 讲这个威胁笑破人的嘴。 Le decimos a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y a su presidente que no nos intimidan sus burdas y soberbias amenazas. Constituye un claro acto de agresión. 川普12月16大文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已经予人认定是外国恐怖组织，牵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甲人口的买卖。美国政府已经部署几啊千个官兵，包括航空母舰甲每10只的战舰去到加勒比海的海域。自2019年美国实施能源制裁了后，买委内瑞拉石油的贸易商甲炼油厂改用欧亚船队来闪对查，也是使迄款因为运输伊朗也是罗西亚石油受到制裁的船只。油气交易员表示，油价会起是来自对委内瑞拉出口。 有可能减少所地。目前还在观察川普的封锁会安怎执行，敢会扩大到无受制裁的船只。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有真大的军事行动权，不过川普的封锁令对总统权力来讲，嘛是新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